第33届台北国际册展明仔载特别起讲啊，这册展要办到2月初9。今年册展的主题国是意大利，拢总有来自29国、国内外504间出版社参与。现场也规划真精彩的主题馆和7个特色展区，有文学册区、也有公民册区、台湾红仔册馆等等，希望呈现台湾多元的出版文化。 过年年假拄结束，台北世贸一馆内底为着要办台北国际册展，已经无用试试。今年册展主题是“阅读与世界”。今年册展主题国是意大利，计共有11个意大利作家来台举办讲座，也会展出60本意大利的绘本、30位红仔册的作品。文化部嘛希望透过活动，通互台湾民众体验意大利的生活风情。 Thanks to our imagination, Italy were able to provide a very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. Like since 3,000 years ago in Italy were born innovative. 我希望我们透过想象无边这个的能力，来让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书展的宣传，透过各种不同方式出去。 今年册展分做7个特色展区8主题馆，有文学册区、公民册区、台湾红仔册馆等等。亲像公民册区有买50间独立的出版社和31个 NGO 团体合作规划展览区，那结合流行走秀的舞台，还有打造社会运动者常在出现伫记者会现场，运用侪流行的元素去引少年家来设册展，希望读者通伫册展体验到议题是安怎出现伫公众。我希望讲哦。 读册无遐尼严肃，就是足轻松的，所以你就欢欢喜喜之来。另外，台北国际册展也有袂少出版社规划台语活动，亲像9个出版社、正月出版社、玉山社等等，有规划袂少台语和台湾文书讲座。长期注心台语出版的正月出版社也表示，今年同款的有台文册讲座，希望作者和读者互动了解出版台语册的趣味代。咱嘛希望讲透过安尼活动的设计，会当互咱伫册展内底听到更较侪人讲台语，更较侪台语的活动去带动台语的活动。 文化部表示，今年台北国际册展有来自29国、国内外504间出版社参与。册展期间，还未满18岁青少年通免费入场，若是18至22岁有文化币，就通免费参观。希望鼓励大家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台湾出版业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